影只有兩種，一個係你代入，第二個就係幫你作夢。其實彭浩翔拍一套戲用咗4套戲嘅 budget 㗎嘛，現場見到係好震撼，即係覺得哇，你係點樣做出嚟？鯨魚呢樣嘢咧係有導演嘅心血，有好幾部戲都想擺條鯨魚落去。早起《志明春嬌》第一集嘅時候已經希望有一條咁嘅鯨魚發生嘅，但係礙於呢條鯨魚真係好貴，咁唔係個個老闆肯承受同埋負擔嘅。今次好難得，因為首先我哋揾咗海洋生物學家同我哋去溝通，即係個鯨魚擱淺喺沙灘嘅狀態。到我哋之後就揾咗一個泰國嘅團隊，嗰件事係做咗差唔多成半年，定期每隔幾個月就去泰國探一次條鯨魚，睇佢嘅生長狀態係點樣。加上做好咗條鯨魚之後咧，因為成條鯨魚拆唔開。最大嘅問題係咩咧？就係你要同海事處啊、康文署去溝通，因為佢哋好緊張，佢驚你放一條咁大嘅鯨魚喺度，萬一吹咗出海。但係我成日叫嗰啲阿 Sir， 你去稱下嗰條鯨魚，佢幾百噸重。最慘就係潮漲同潮退，啲水一上嚟咧，其實浸得多會爛。我哋都擔心佢本身可唔可以捱到咁耐。因為佢牽涉到模型特技之外，佢裡面仲有一啲機械特技喺裡面。邊個喺呢度㗎？好嘢！條鯨魚好大隻，我好驚都要行過去咁咯。嗰條鯨魚係因為佢鰭會識喐嘅，咁啊又好識呼吸添，識呼吸好離譜㗎啦。諗過其實係需要將真實世界點樣聯繫紙紮城市裏邊，導演就用咗呢架的士去接駁咗呢兩個世界啦。我仲要自己坐上去嘅，佢將佢夢想見到、想得到或者想發生嘅嘢都擺晒落去。導演其實都係一個藝術家啦，因為藝術家真係有啲作品咧，係佢自己係好想去完成，自己好想講嘅。間錯體望落去好似係正常嘅透視比例，但係其實你行入去係成間屋係歪嘅。喺一個夢境裏面，其實可以呈現翻一個咁嘅世界。當你去真係搭建嗰間屋嘅時候，牽涉到好多數學上面嘅問題。成個透視咧，所有嘢都要重新計過晒。你只有一個 angle 拍埋去係真嘅一樣。早4個月度咧，就其實已經開始去做 research 啊，牽涉其實都似係起樓咁樣去做嘅。大概用咗半年嘅時間啦，導演就好想係做翻傳統紙紮嗰啲花紙嘅 pattern 啊，彩色嘅玻璃紙啊，同埋輕有少少梯子嘅元素，就擺落去仿真度高嘅紙屋模型上面。搭好咗啦，到底要拍咩咧？幾瘋狂幻想嘅嘢擺落個角色度，透過呢樣嘢去講翻我哋個角色嗰個層面係點樣。我細個睇嗰啲怪獸電影咧，我成日都好想入去嗰啲戲裏面打爛晒啲屋，因為呢個戲其實目的就係要俾我做呢隻變色龍。冥想嘅空間啊，其實呢樣嘢係佢嘅藝術成就嚟嘅。我都會想去嘗試改變一啲固有嘅諗法，就係好多人覺得咧，商業計算係話好視覺上嘅刺激或者好噱頭嘅嘢。但係我覺得家庭關係反而係全世界一個共通嘅元素，所以我更想拍多啲有製作嘅場面。每一樣細節都唔能夠俾人差，有啲嘢你咩咗就翻唔翻轉頭。我希望不僅是一個新的彭浩翔，而且都是一個話題作。